呢條鋼管咧，其實係咩設施嚟嘅咧？其實我哋睇翻喺本身嘅地形啊，嗰度係大阪嘅梅田。梅田呢個地方本身係個低洼地帶，佢本身咧其實就係由填海而成，直到今日嘅發展地區，亦都係一個當地咧會有好多地下嘅商業街啦，同埋鐵路設施。其實所以我哋好相信咧喺有限嘅資料裏邊咧，我哋知道喺填海嘅過程上邊咧，佢哋係會打咗呢條大鐵通，係作一個抽水嘅措施，亦都有機會咧附近有大型嘅開挖措施咧，亦都要需要呢個大鐵通咧做一個臨時抽水嘅一個功用，令到咧喺開挖嘅過程上邊咧嗰個地下水位係能夠降低嘅。你估計咧係咩原因令到呢條鋼管出現呢個狀況呢？其實一般嘅鋼管打咗喺地下下邊咧，其實就好難有任何移動嘅。咁其實今次咧都係一個幾唔尋常嘅狀態，不過都可以用物理現象去解釋。其實附近如果有大型嘅工程，尤其係地下嘅灌漿，或者會有一啲地下隧道啊，或者一啲叫無坑挖掘嘅工程咧，有好多時候咧會喺地下下邊咧會加插一啲唔同嘅壓力。用呢個灌漿嘅情況之下咧，會令到地下嘅水位嘅壓力咧同時間提高。咁呢個壓力咧有機會就會推高到我哋而家呢條見到嘅鋼管。咁咧喺嗰個壓力嘅巨大使用之下咧，鋼管雖然係咁重，有機會亦都會有一個浮力嘅情況之下咧，將佢向上推移啦。我哋假設咧呢個膠管咧就係嗰一條鋼管啦。咁其實咧我哋有啲碎石。咁其實就好似咧模擬呢個鋼管咧係有啲碎石做基礎，咁而呢啲碎石其實除咗做基礎以外咧，其實亦都咧喺嗰個樁柱下邊咧係防止附近嘅沙石咧，亦都係湧進我哋呢個鋼管裏邊一個狀態。咁我哋或者而家試一試，我哋將呢個鋼管就放翻喺我哋水裏邊啦。其實咧，當我哋如果呢條鋼管一直喺水裏邊嘅情況，其實就會發現咧，如果喺出邊嘅水壓同裏邊嘅水壓係作出平衡嘅時候，即使話鋼管裏邊咧，其實都依然有同樣嘅水分嘅時候咧，鋼管咧係會非常穩定嘅。咁但係而家我哋模擬假設鋼管裏邊嘅水分已經被抽乾，而出邊咧又有合適嘅水壓，咁個情況就會出現啦。我哋可以睇一睇到，係啦。咁佢會有咧作出一啲移動同向上飄嘅狀態。咁其實咧呢個係一個物理嘅現象，會產生咗一啲某部分嘅浮力，令到呢條鋼管咧係會有所移動。Michelle， 其實而家我哋就係身處啟德啦。啟德咧其實呢個地區咧而家就已經係樓宇林立，以前其實係一個填海區嚟嘅。咁填海嘅過程咧，其實我哋有好多泥啦、沙石同埋一啲填充物咧，需要喺嗰個海裏邊咧係不斷做出整固。咁如果過程上面咧，其實抽水井嘅作用係非常之重要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嘅過程上面就係，如果我哋只係用地心吸力或者佢本身嘅能量咧，自己去慢慢去將佢去到一個整固嘅情況咧，個時間係好長嘅。所以一般情況之下咧，我哋都需要用抽水井啦，又用其他嘅設施，令到佢呢個整固嘅時間咧係能夠加快，咁令到佢整體個填土嘅過程上面咧係盡快可以能夠興建上嚟。施工期間會唔會有啲咩嘅難度咧？其實好多時候喺地下面施工咧，我哋都會出現咗沉降嘅情況嘅。咁呢個係正常嘅。咁喺大型嘅開挖裏邊咧，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面對呢個施工嘅困難嘅，其中一個要面對嘅沉降咧，尤其係對於一啲已發展嘅地下環境，我哋未必係完全知識。有啲情況之下，呢個沉降我哋就需要用灌漿去加固。咁但係喺呢個灌漿加固嘅過程上邊咧，正正就會令到地下裏邊嘅唔同嘅壓力咧就會增加，地下水位亦都同時間會提高。過程上邊係要非常小心咧，地下設施裏邊咧會有機會有發出不同嘅狀態。事後，大阪市建設局解釋，該巨型鋼管全長約27至到30米，由多段長約2.5米嘅短管接合而成。事發地盤當時正進行緊雨水排放管道工程，需將淺層舊管同地下30米深嘅新管以垂直管道連接。香港嘅地下管道網絡複雜，由煤氣管、水管到地鐵隧道，密密麻麻交織喺我哋嘅腳底啊！而且有好多地段咧都係填海得翻嚟嘅，咁又會唔會出現呢一類型嘅問題呢？我哋而家嚟到黃埔啦，黃埔以前係一個碼頭嚟嘅。其實咧，我亦都參與過我哋黃埔地底下邊嘅一啲公共設施嘅興建嘅。其實喺黃埔裏面做嘢，人多車多，其實咧屋亦都好多，所以我哋喺呢啲監測系統啊，關於一啲沉降嘅過程上邊嘅了解咧，係要非常敏感嘅。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咧，我哋要做出大量嘅工作啦。大型嘅開挖有陣時候，我哋都會做一啲咁嘅豎井去做泵水之用。咁啊過程上邊主要都係為咗嚟控制嘅地下水位啦，咁同埋咧就係確保我哋嚟個深入挖掘嘅時候咧嘅安全使用嘅。
其實一般我哋喺香港嘅項目裏邊咧，其實都會將一啲臨時嘅構建物咧，最後會移除嘅。除非喺移除嘅過程上面有困難，最少我哋都需要喺鋼管裏邊咧做翻合適嘅填充物，令到佢喺裏外嘅壓力，尤其係水位咧，都係得到平衡，咁啊確保佢又唔會有移動嘅情況啦。其實喺我哋香港嘅地下工作項目裏邊咧，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用一啲監測系統，例如3個 A 嘅監測系統，我哋會由感知啦、警覺啦同埋行動方面，以毫米嘅計算，我哋會睇下有冇一啲好唔正常嘅情況出現。如果有一啲唔正常嘅情況出現，我哋會立即停止咗工作，了解情況，先會再將工作咧繼續推展嘅。其實經過層層嘅一啲監管啦，同埋我哋法例法規嘅要求咧，其實喺各方面嘅配合之下咧，喺香港嘅情況會發生類似嘅情況咧，機會係非常之細。